就来看高雄桃园区的索阿基吊桥，伫个莫拉克风台了后，是在地人对外主要的道路。讲这个吊桥即摆当咧施工修理，结果有超重的沙石仔车驶过吊桥了后，桥面怎松灵，害一般的车辆在通行的时阵是摇摇晃晃，惊险万分。民众话讲，袂输是咧惊更数共款。啊，原民会是来回应讲，会赶紧修理。 准备跟在这台货车后面看一下这个桥。工程车道道驶向前，后边起司将规定合了解。这是唯一一条部落进出的道路。货车驶去了桥桥顶，车身闪来闪去。详细看，脱开铁板后链啊，到过时，拢用要翘起来。这个车子轮胎、摩托车轮胎。 都很危险。当然，奥特曼经过时，铁棒也有关节较咪情形，经过的人拢行到变庆光。你看这个桥，整个都是凹凸不平，摩托车过都很不好过。这座桥是高雄桃园区美兰部落的吊桥，是伫1998年莫拉克风台了后所起的，方便当地民众通行，甲完成一寡生活需求。想袂到即摆出现安尼状况，民众怨叹讲，过一个桥袂输咧行月牙锁，实在真危险。施工期间，必须得道路封闭。为了要维持居民对外的交通，我们采取溪底便道方式。因为雨大，加上之前的台风，溪底便道这个部分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。原来是施工的一段时间，设伫溪底便道，因为溪水中大水暂时封起来，民众就爱伫特定的时段才会当过桥。 施工进前有沙石仔车经过，铁棒啊风高一日落去，才会出现这个危险的场景。施工单位答应会赶紧来修理，后民众会当安全过桥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